而空氣森林係設計風格，設計一個實用面積係415平方尺嘅 Loft 0 2B 期兩房單位。空氣森林係顧名思義同字面意思差唔多，會有綠色、樹林或者木嘅元素，帶俾你一種回歸大自然嘅感覺。其實今次兩房單位嘅圖則同上次都係一樣，同樣都係開放式嘅廚房，都有隱藏式嘅拉燙台，唔同嘅只係擺位規劃上會有少少分別。上次係地櫃加木紋背板，但今次睇真啲會係一組高櫃組合。咁係因為我哋想連貫翻玄關位置嘅原有家私櫃，而對面梳化為咗避免太近開放式櫥櫃，會喺側邊加多一組櫃，隔一隔兩個空間。牆身就揾咗帶有層次感嘅綠色牆畫去打造森林系列嘅設計主題。跟住落嚟就會介紹頭房，即係書房，一望就已經好大自然。因為當中有木紋元素，中間用咗綠色間開咗上下兩個部分，上面會係白色為主。設計師再喺背板部分加咗半圓條紙，對面牆身再揀咗有植物元素嘅牆畫，增加細緻線條。想知最後主人房會係咩設計？可以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睇返設計師嘅詳細介紹㗎。